嗰個飛機撞落個地面度係玉石俱焚啦，即係海難。海難咧原來係咁樣嘅喎。嗱，呢啲好多人都講翻嘅，一個海有嗰隻船有事漏油着火，諸如此類，你一跳落去咧你都死㗎啦，一個屈到嗰啲油啊，你識游水以為第一時間跳落去啦，哦點知原來咧落去嘅油鑊咁，係啦，同埋咧嗰個海咧真係好厲害嘅啊！所以有句説話就欺山莫欺水。係啊，係嘛？當然啦，喺安全嘅情況之下，係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入水又有。咁啊，今年咧冇出現過啲情況，我哋真係即係好高興啊！咪有呢個咁情況，證明咧就係大會啊，喺呢個安全措施方面都做咗啲功夫。起碼咧，即係近呢幾年啦，我哋見到個航道闊咗啦，航道闊咗啦，咁啊，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話太過逼啦。咪即將上演嘅咧就係公開組嘅賽事啊，複賽。咁啊，複賽有4組啦，咁啊每組有6隊嘅，就係角逐。嗱，我哋再講一講啦。咁啊，每組嘅頭一名啊，咁啊再加全場2名最快時間嘅呢個隊伍啦，咁啊將會進入半準決賽。咁啊講翻呢個比賽先啦。青少年獨木舟會咧就排第一線啦，三藩市就第2，澳門消防局咧呢支出線大熱啊喺呢一組，咁啊排喺第3行度。咁啊澳門海關咧就係第4啦，耀陽體育會咧就排喺第5行度，童軍咧就係排喺第6行度。咁啊呢個小組出線資格咧，我相信就係3、4、5之爭啦。咁啊3支本地嘅隊伍啊，消防局唔使講。咁啊頭先真係排嗰組咧喺身處死亡之組，咁啊唔能夠俾佢咧係入到呢個半準決賽嘅啫。咁啊鬥複賽應該冇乜問題，佢個時間好快，2分01。咁啊青少年獨木舟會咧個成績雖然都唔係話好快，咁但係仍然有競爭能力。咁啊佢同童軍總會咧就應該都仲有得爭。三藩市呢個咩啊？三藩市。好嘢啊！呢隊三藩市龍舟隊。好啦，咁啊呢個複賽咧第一場嘅比賽亦都係開始啊，公開組嘅賽事。有人偷步喎！慢晒落。又唔覺話有偷步，原來最後童軍嗰邊啊，我見到童軍總會嗰邊咧就係首先係發紅旗嘅，見到工作人員。咁啊即係6號航道嗰度。航道。咁啊睇下等間會唔會就係走埋去警告先啦。咗喺後邊嗰啲板嗰度。咁佢唔會排翻嗰條航道啊嘛，今次一排翻有啲陰影喎，驚喎。唔使驚嘅，我即係咁啱得咁巧，即係做咗成10年都未見到有一次咁嘅情況啊！佢都算好彩㗎啦，呢啲唔係唔好彩，係好彩先攝到入去啊！咁細條罅都俾你攝到，賴咗中6合彩。好啦，比賽即將重新展開。好啦，正式就係再開始呢個嘅賽事啦。6支嘅龍舟隊伍咧，亦都係順利咁起步啊！第一線就係青少年獨木舟會啦，咁啊第2航道咧就係三藩市龍舟隊，第3、4航道就係分別係消防局啦，以及澳門海關，第4就係第5就係耀陽體育會啊。咁第6航道咧就係澳門童軍總會啊，李奇。係啦，咁啊而家個視線睇嚟咧就3號係最快嘅，澳門消防啊，澳門消防局嗰度。咁啊喺佢旁邊啊，呢啲耀陽體育會啊、澳門童軍總會咧，呢啲都唔慢。咁樣睇咧就似乎好似1、2咧就慢咗噃。三藩市龍舟會呢啲係墮後咗添啊！哇，越嚟越有嘅就係呢個3號啊，就係呢個澳門消防啦。500米嘅時候我哋見得到啦。好明顯咧，3、4、5咧係比較快，3、4、5。咁啊呢個6啊同埋6、1、2係比較慢嘅，睇睇啦。
就即是話咧，消防嗰度咧就應該係一個大熱嘅3號，死要咧呢度視線所限啊，就未見到個海關，但係就見到旁邊嘅紫色呢個圖片咧，呢個係一個3號。3號應該咧，原來咧喺呢場賽事嘅應該係一個即係比較有威脅性嘅隊伍啦，同埋係會贏得到嘅。3號睇嘅時候咧，個節奏咧會加快咗添，就將呢個耀陽嗰啲啊拋離咗。係啦，呢個唔係耀陽喎，耀陽俾4號嘅空海關趕到埋添。衝線嘅時候咧，我哋睇睇啦。真係咧，咁啊，雖然首名先至可以直接晉身冠軍決賽啊，但係全場最快嘅兩個時間嘅隊伍咧，都可以係入到呢個冠軍決賽。哎呀，好快定4號快咧？喂，真係好難講。我見到5號咧，臨尾就摁咗一下，咪可能耀陽咧就會擊敗澳門海關都未定。咁但係詳情咧就要睇下即係賽會方面嘅公佈啦。咁同分總會咁啊攞到第6嘅呢個位置啦。睇翻慢鏡嘅，嗱通啦，咁澳門消防嘅通贏啦，唔使講啦，佢第1隊啊跑回場，2個完全一樣。嗱睇睇啦，耀陽同呢個啦作出眼力，好似係咪都係耀陽快㗎？真係呢個耀陽咧係快啲喎。咁啊可以繼續玩，咁啊其他嗰幾隊咧就要睇時間啦。咁若果喺